好意思啊，我通行證唔小心唔記得咗帶啊，但我而家急住搭飛機，咁要點算啊？唔使擔心，你可以通過中國出入境管理局政務服務平台即時申請臨時通行證。臨時通行證可以用嚟做咩㗎？佢係用於民航同鐵路領域嘅安檢、搭飛機同搭車嘅環節。你只需要通過移民局12367嘅 APP 或者小程序申請，有效期為7日，每個自然月咧就係申請2次。咁好啊！但係咁，如果我同時有通行證同居住證，會唔會有咩核驗問題呢？佢有雙證關聯嘅服務可以解決呢個問題。你可以喺線上或者線下申請，將通行證同居住證關聯起嚟，咁樣喺辦理金融、互聯網等業務嘅時候，應用就較廣泛同方便。咁線上要點樣申請呢？你可以登錄我哋嘅政務服務平台，選擇港澳台居民通行證與居住證關聯查詢，通過認證後即可完成。關聯查詢結果嘅有效期為30日。如果我想喺附近線下申請辦理呢？你可以持通行證同居住證到全國任一縣級以上嘅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嘅服務窗口申請紙質關聯查詢結果，效力同線上係一樣嘅。而家有呢項服務，咁真係好方便喎！唔該晒幫手，咁樣我就唔使擔心啦。唔使客氣。